一個暑假，兩種選擇。作者：單仲堯。暑假流流長，你會選擇去玩、去瞓覺，定係去做義工呢？中學生以心同樂林，最初同好多人一樣，都係為咗交功課、湊服務時數，先去愛運做義工。點知呢份功課竟然帶俾佢哋一個難忘嘅暑假。佢哋挑戰嘅係高難度嘅陪診服務，由事前打電話探路，到當日安撫婆婆嘅情緒，過程一啲都唔簡單㗎。但佢哋反而覺得好似去咗一場大冒險咁，喺大街小巷入邊揾到新發現。佢哋仲話，其實自己先係受益嗰個，因為喺長輩身上學到好多買藥材、煲湯呢啲課本學唔到嘅生活智慧。有心就去做，有困難先再諗辦法。呢份行動力令我好慚愧。原本以為做義工係浪費時間，但其實真正浪費時間嘅係我哋嘅猶豫不決。如果俾你重新揀過，你會唔會踏出呢一步，去體驗呢份用時間買唔到嘅滿足感呢？